大家好，我叫高球西，一般嘅朋友咧都叫我小西嘅。咁我就喺一個好偶然機會底下，因為我碌呢個 Facebook 啊、IG 啊、呢一個樂活新中年嘅一個 program 啦，咁佢嘅課程設計好好，咁所以我就好積極，好想做到區長，同埋睇到香港普遍嘅50+嘅朋友咧，即係無論男同女都好，你就發現佢嘅中央嘅肥胖咧好嚴重，同埋身體個即係肌肉唔多啊！我有責任或者有義務啦，去提升大家嘅即係長者嘅身體嘅健康。咁好啦，到真正見咗大家嘅時候咧，咁我就會同大家由淺入深啦，因為我會將佢分做3部分嘅。第一部分咧就要 warm up 熱身，然後咧我哋先有主項嘅訓練嘅。咁主項訓練完咗之後咧，就會用少少時間去拉筋。但係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伴隨音樂。初係唔慣，但係到後尾咧，你其實睇到同學嘅轉變，由拍子跟唔到，到慢慢跟到拍子咧，即係令我即係好有滿足感啊！即係可以咁講。咁我好中意同同學講笑啊！因為課堂咧喺輕鬆嘅情況底下咧，都會令到佢開心嘅，冇咁緊張嘅，做起上嚟冇咁辛苦嘅，咁同埋佢會下一堂佢會上翻嚟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嘅戶外課咧係好多元化，基本上香港、九龍、新界都去埋，又會搭船咧去呢一個吉澳啦，去荔枝窩啦咁。咁其實係喺戶外課裏邊咧，我都會額外咁樣即係同同學去好開心咁樣玩一日咁樣。咁即係同學個反應係非常之好嘅。咁有啲話俾我聽，咦，我咁大個人都未去過荔枝窩喎，未去過吉澳喎。咁其實呢個讓長者能夠走出去。去個社區去認識下香港嘅大自然，喺大自然嘅環境裏邊去做運動咧，其實都係非常之一件值得去鼓勵長者去做嘅事嚟嘅。我以小西區長咧去呼籲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到今天咧仲係未有呢個持續做運動嘅習慣咧，參加呢個課程。